下会能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听念哦。第一个，中低收入，中低收入，中低收入。第二个，军公教，军公教，军公教。第三个，农渔民，农渔民，农渔民。第四个，身心障碍，身心障碍，身心障碍。第五，写，下，下。第六个，商量，参详，参详。好，请问你盼乜嘅呢？我先想中低收入补助。今日有幾個問題想要先請教你。好，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，也係漁民麼？唔係呢。請問你有身心障礙嘅身份麼？冇。你係申請單，曉得寫麼？看起來當場真難。無要緊，你先拿張去同屋企人參詳一下，等全部寫好，將拿來申請，好麼？好，好啦。